早晨，但願你健康愉快。滋潤我心靈的話語第2615篇，研讀路德記，光明磊落，盡責擔當。波阿斯到了城門，坐在那裏，恰巧波阿斯所說的那至近的親屬經過。波阿斯說：某人啊，你來坐在這裏。他就來坐下。波阿斯又從本城的長老中揀選了10人，對他們說：請你們坐在這裏。他們就都坐下。路德記4章1至2節。文意注解：某人呢個字原來係不知名者嘅意思。呢個字並非出自波阿斯嘅口，而係本書作者為咗唔願記錄呢個人嘅名字而用嚟代替嘅。恰巧表明呢啲係出於神特意嘅安排。第3章最後嘅一節，婆婆話：女兒啊，你只管安坐等候。個坐字巧妙咁連繫咗第3章同第4章。非常之有趣嘅係，第4章一開始，聖靈一口氣用咗5個坐字，提醒咗我哋喺第4章點樣同第3章相連。背景注解：第1節，城門口係一個公開嘅地方，如同市集。以色列人嘅公共生活係集中喺呢度，佢哋會喺呢個地方處理財產買賣同埋訴訟案件等。創世記23章10節，當時以弗倫正坐在客人中間，於是客人以弗倫在城門出入的客人面前對亞伯拉罕說。第2節，長老係指上咗年紀、一長鬍子嘅人。喺舊約裏面，以色列人嘅長老常被選嚟處理一啲人際問題。後來喺以色列嘅歷史裏面，最少要有10位男人先至可以喺會堂敬拜，以及作為婚禮祝福嘅法定人數。屬靈意義嘅解釋：某人有啲係指律法，或者係指舊人，兩種講法都有佢哋嘅真理根據。本書係將某人攞嚟同波阿斯作對比，而波阿斯既指主耶穌，則某人亦以人格化，使之彼此對稱。所以如果將某人作律法解，就應解作為要靠律法稱義嘅我，或者立志為善嘅我。城門係出入必經嘅地，我哋嘅主耶穌就係喺城門外受苦，所以城門係表明公開嘅見證。第2節10係代表完全，揀選10長老係表明完全嘅見證。喺第1節俾我哋經文嘅亮光。第一，信徒作事要光明正大，要有公開嘅見證，不但要叫眾人睇見，亦都叫仇敵睇到，使人無話可說。第二，我哋嘅神掌管一切，佢一直坐作為王。一個讓主管理嘅人生，必定係充滿咗類似恰巧嘅經歷。喺今日呢2節經文裏面，波阿斯展現咗何謂真正嘅公義同責任。佢嘅行動唔僅符合律法，更體現咗屬神嘅智慧同品格，讓我哋從中學習以下3個重要嘅功課。第一，遵守律法，行事光明。以弗所書5章8至12節，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裏面是光明的，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那暗昧無益的事，不要與人同行，倒要責備行這事的人，因為他們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來也是可恥的。波阿斯選擇喺城門處理屬業之事，因為城門係公眾場所，象徵透明同公正。佢冇私下交易，而係公開按律法行事。呢度提醒我哋，真正嘅公義不在於方便，而在於原則。無論喺職場、家庭或者教會，我哋都當行事光明，不取巧，不隱瞞，讓每一步都經得起檢驗。第二，尊重程序，尋求見證。申命記17章6至7節，要憑2-3個人的口作見證，將那當死的人治死，不可憑1個人的口作見證，將他治死。見證人要先下手，然後眾民也下手，將他治死。這樣就把那惡從你們中間除掉。波阿斯特意邀請10位長老作見證，因為重要嘅事務需要明確嘅憑據。申命記19章15節同樣都係咁樣講，人無論犯什麼罪，作什麼惡，不可憑1個人的口作見證，總要憑2-3個人的口作見證，才可定案。呢度嘅10人係代表完整嘅見證，確保事情合法公正。今日我哋同人合作、簽訂協議，甚至處理衝突嘅時候，係咪都懂得留下清楚嘅記錄或尋求見證呢？
智慧人唔會單憑口頭承諾，而係以實際行動建立信任。第三，勇於承擔，不推卸責任。哥林多前書9章17至19節。我若甘心作這事，就有賞賜；若不甘心，責任已經託付我了。既是這樣，我的賞賜是什麼呢？就是我傳福音的時候，叫人不花錢得福音，免得用盡我傳福音的權柄。我雖是自由的，無人轄管，然而我甘心作了眾人的僕人，為要多得人。今日嘅經文冇將嗰位至近嘅親屬留下名字，可能因為佢最終拒絕履行親屬嘅義務。相比之下，波阿斯主動承擔責任，甚至願意取路得，使家族產業得以延續。呢度讓我哋反思，喺神嘅眼裏面，真正嘅價值唔在於我哋能做幾多，而係在於我哋係咪願意擔當應該做嘅。逃避責任嘅人，名字終被遺忘，但忠心嘅人必蒙紀念。剛才哥林多前書嘅經文都提醒我哋，甘唔甘心，我哋都要做呢件事。如果甘心作呢件事，就有賞賜；如果唔甘心，責任都已經託付我哋都係要做嘅。讓我哋而家同嚟禱告。親愛嘅天父，求你幫助我哋效法波阿斯嘅榜樣，行事光明磊落，尊重律法同程序，並勇於承擔責任，讓我哋嘅生命能得人信任，更蒙你嘅喜悅。此外，我哋祈求神持續感動人心，使更多嘅人支持天國大業嘅發展。願每一個人都感受到關愛，靈魂得以拯救，生命經歷轉化。我哋特別祈求信樂浸信會能夠達成年度嘅發展目標888，每個月奉獻88000蚊，並吸引80人出席崇拜聚會。願我哋嘅構堂夢早日實現，使天國大業能夠更快更好嘅擴展，讓更多嘅人領受神嘅恩典，讓呢個世界因此而大大改變。我哋都懇求神幫助牧師喺信樂浸信會成功推展門徒倍增運動同埋街頭佈道，讓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夠過住順服三一神嘅生活，使教會興旺茂盛，成為榮耀神嘅見證。奉主耶穌嘅名求，誠心所願。